你甲总务算下当去，我问你啦，你甲阮遮议员一当做是啥？啊，我会当安尼甲你讲，你若咧凭你的意志来去替总务算，以后若有要穿情，我会讲，民进党绝对甲你罢免。我会讲，绝对甲你罢免。若毋是，你也试看卖啊！你是想讲要甲市长女儿歹看，要成就另外一个先生命？我会讲啦，台南市人啦。 水准无遐低啦，大家拢看有啦。佮另外一项，你做议长，57席的议员，你拢甲卖掉，你拢甲卖掉。恁服务处要去服务，要去收费，迄恁兜的代志，阮无讲，阮嘛无使。恁服务处的主任竟然佮讲安那，讲。 有其他的议员收15万到30万，我爱讲咯，你爱讲我清楚哦，是倒一个议员，倒一个议员收15万到30万，哈，恁伫8月初9，伫梅花里活动中心开即个违规工厂的说明会，来。 所有去遐参加开会人，过一段时间，就拢去收到即个单。恁服务处的主任，伫遐做20外档的主任，领议会公款的主任，竟然伫恁服务处大伫遐讲，议员收的30万甲15万，恁的收入搁较少。历史记录，我爱讲。 我有伫华入部的即款安那专业调查，无即个历史呢。恁含历史就会当假，恁即马是安那？那你如果要指证，那你就用法官我讲啦吼，有特权，随时都可以去提告，我讲检举，如有不法，你就移送法办。那至于呢，我们大会所做的一些的决议，或是 预算重新检讨的问题，这个书面上、报纸上都写得非常的清楚，也非常的明白。我讲啦，社会啦，那不是整体的议员，不是你说了算。那我希望呢，我讲啦，嘛是你讲的准算啦。我讲啦，就是要讲互台南市的人知影啦，知影你这个过信用是安怎咧舞，安怎咧做的啦。 重点安尼尔啦，台南市啦吼，我讲啦，台南市民啦，会当你看出恁的真面目啦。